Lanus 豐盈彈彈胸療程係唔係真係有效㗎？我自己試過，真係好有效果。Slim Body Lanus 療程係專為亞洲女性設計，針對產後胸部下垂、萎縮或外擴等唔同胸部問題，提供多種專業獨家護理方案。Slim Body 美容師會先幫客人進行全港獨家紅光乳線檢測，細心分析顧客嘅胸部問題，建議合適嘅美胸療程，包括 Detox 活胸療程、Chest Up 豐乳療程、提胸 Uplift 療程，選擇好有彈性。Lanus 豐盈彈彈胸療程以美乳同埋保健為概念，通過獨家專業按摩手法同醫學級皇室專利儀器融入胸部護理，快速清理毒素廢物，平衡及調節內分泌，令媽媽產後嘅乳腺管道暢通翻，幫助恢復彈性豐滿嘅胸型。Slim Body 係業界及大眾評價為公司內部最嚴格嘅大公司，佢哋每位美容師喺入行前都需要經過內部獨家手法培訓，先可以確保客人有安全有效嘅療程體驗。而家只需要用體驗價580蚊就可以試做 Slim Body Lanus 豐盈彈彈胸療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就快啲透過 WhatsApp 預約登記，或者到佢哋嘅官網登記療程體驗啦。